就是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。南无印度音啊，皈依的意思啊。第二届。
南无人人太古阿弥陀佛。南无读者南无。南无爱读者南无。第三届第3次。
一个字敲一下。10块12块，那个2一块再加3块4块南无天王太保阿弥陀佛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。